11节的感动时刻，客家一条街的概念，今天持续拜访杨梅这个客家庄的苦茶油产业。那么当年为了要运送苦茶油籽的宝甲古道，现在还被保留下来，结合了周边的观光，民众来这边品尝苦茶油餐，还可以住客家风味的度假村。这就是我们日据时代所做的古道，然后我们去参观一下。100年历史的杨梅宝甲古道，用石头铺出道路，是杨梅最悠久的挑担步道。我们这边就是苦茶油树了。苦茶树种的是满山遍野，为了方便采收，先人铺出道路，好运送苦茶油籽。他们是走这个路有没有啊？这中央主石就是比较大，因为要比较稳。在当时，总能看见成群的挑担工穿梭步道的身影。只是随着食用油的普及，苦茶油没落，但杨梅依旧保留7公顷以上的苦茶油树。这棵就是我们的100年老树。一般来讲的话，光这个直径20公分，这个要100年来生长了。从山的制高点看，能看见的不只是杨梅客庄的苦茶树，这有大概9层楼高的树海桥。来对季节还有5月雪相衬，9层楼高的树海桥走向杨梅最顶端的自然生态。在盖的时候就参访了像美国大峡谷 Skywalk 的那种概念，做了这个延伸的这个树海桥。欣赏完别墅山庄的独特美景，还能尝尝道地客家餐，福菜东坡肉卤得 Q 弹滑嫩，姜丝大肠、客家油鸡下饭的佳肴，还要来碗苦茶油拌饭才在地。大火煎荷包蛋又是道苦茶油烹调出的美味。大部分都是拿来像猪油拌饭一样这样的拌，然后弄点味道下去，就还蛮香蛮好吃的。也许可以煎个蛋，然后大部分的比较老一辈就大概就是拌饭，或是放一些那个雪里红。大红砖地板，传统建筑里最常见，摆进了度假饭店里，配合杨梅客家庄的特色，业者用花布当装饰，在现代化的建筑里飘着难以忘怀的客家风味。绿荫蔽天的林间古道，沿着挑担工挥汗的步伐，遥想昔日的茶经岁月。尽头处的居高临下，一碗茶油拌饭，等着清爽味蕾，迎接客家味浓的感动时刻。